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波斯，聊聊中東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糾正的第121天，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21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內尔音信全無人間蒸發的第121天。就在這第121天伊朗和美國雙雙出手，又開打，而且打擊力度越來越大，小打小鬧變成大打出手，讓這個美國和伊朗的諒解備忘錄變成了一紙空文，讓美國和伊朗接下來的談判懸在空中。這到底怎麼回事？這個事情還前幾天新加坡的一個郵輪走阿曼灣的那一側航線，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用無人機進行了打擊，發射4架無人機，一架擊中了那個駕駛台，但是那個船還在跑，它沒有失去動力。剩下的3架無人機被美軍擊落，美軍立即對伊朗展開了報復，轟炸了他的霍爾木茲干省的一些雷達還有發射塔、無人機發射場之類的。打擊完之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馬上宣布要進行報復。哈梅內伊的最高軍事顧問叫雷扎伊，他說必須對美軍的行為，美軍找了一個借口，就說一艘郵輪被伊朗無人機打了。伊朗人認為這是行使我的管轄權，他不聽話，我招呼他，我幫他糾正。結果美國人以此為借口，悍然撕毀諒解備忘錄，違反這個諒解備忘錄的第1條，就開始對伊朗大打出手。所以伊朗要報復，必須報復。結果他晚上這個衛隊他又發射無人機，擊中了菊花號，這一聽這名字就覺得有點怪怪的，擊中了菊花郵輪。那你說這個美國他能慣着這個毛病嗎？所以美國中央司令部立馬予以反擊。美國中央司令部於6月27日在總司令的指示下，對伊朗境內多個目標實施了額外打擊。這個打擊是贈送的，是加量不加價，額外打擊嘛。中央司令部部隊今日發動打擊，直接回應伊朗對商業航運的持續侵略。美軍飛機轟炸了伊朗軍事監視基礎設施、通信系統、防空陣地、無人機存儲設施以及布雷能力。說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船舶通行仍在繼續，美軍保持警惕，具備致命打擊能力，並隨時待命。由於這個郵輪頻繁遭到伊朗伊斯蘭衛隊的無人機打擊，所以該地區的航運威脅等級被提升至嚴重級別。伊朗國家電視台當地時間28日凌晨報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區傳出數聲爆炸聲。消息人士表示，爆炸聲是由數枚彈體擊中一座通信塔所致。此外，還有幾枚彈體擊中了伊朗最大島嶼格什姆島。而特朗普更是在社交媒體上又發了一篇殺氣騰騰的帖子。特朗普說，美國飛機剛剛襲擊了伊朗導彈和無人機儲存地點以及沿海的雷達站，因為他們違反了停火協議，再一次違反，他們永遠不會吸取教訓。也許有一天，我們將無法再保持理性，並將被迫以軍事手段完成我們已經非常成功的開始的這個斬首工作。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將不復存在。再一次威脅，又是要把伊朗給抹平。當然了，指的是毛拉政權抹平。遭到美軍的打擊之後，這回伊朗立馬予以還擊，它不跟上一次不一樣了。這一次，伊朗立即對美軍在海灣的基地進行了打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今天就6月28日發表聲明說，革命衛隊海軍和空軍用導彈和無人機打擊了位於科威特的阿里薩利姆空軍基地和位於巴林的美軍第5艦隊多處美軍重要基礎設施，對近日美國的侵略行徑做出了果斷回應。聲明強調，今後將以更強硬手段對待違規船只。聲明稱，侵略誠信、背信棄義的敵人以革命衛隊海軍處置違規船只為借口，於凌晨時分襲擊了伊朗5個海岸哨所。根據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管控安排屬於伊朗職權範圍，今後將以較以往更強硬的手段對待違規船只，而對於敵人以任何借口發動的可能侵略，
即便如昨夜京城那样僅針對次要目標的襲擊，都將招致毀滅性的回擊。美國須知，違背諒解備忘錄第1條，也就是所有戰線全部結束戰爭，將導致全部進程全面終止。而且這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還在社交媒體發文稱，美軍對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區的盲目射擊，並不能解開我們對海峽掌控力的謎題，但我們對違規者的還擊會提醒其餘船只什麼是明確的通行規則。美國在地區的軍事基地則另當別論，他們將在近日體驗到地獄般的烈火，任何敵對侵略都將受到毀滅性的回應。現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不管怎麼說，人家有說硬話的底氣。為什麼呢？你這麼長時間，你還沒有把人家消滅，甚至還沒有把人家削弱，那人家就有吹牛的资本。根據媒體報道，伊朗的導彈有1枚擊中了巴林伊薩空軍基地，1枚擊中科威特叫阿里薩利姆空軍基地。那針對这個，那看看美軍還有特朗普怎麼回應。因為這一輪畢竟人家炸了你在海灣的基地，如果美軍就這麼算了，那特朗普忍氣吞聲嗎？對吧？你看伊朗炸了這個所謂不聽伊斯蘭革命衛隊安排的這個油輪，人家炸了，那麼美軍對他進行反擊，我覺得這個是對的。那人家伊朗現在又炸了美軍的基地，有來有往，對不對？那看美軍接下來怎麼辦？現在特朗普恐怕正在睡覺，等他醒了，一刷手機，發現自己在科威特在巴林的這個基地被伊朗人炸了。叔叔能忍，嬸嬸忍不了。所以雙方到底為什麼在這打？這一點我要給美軍給特朗普也點個讚。為什麼呢？實際上雙方是在爭奪控制權，也就是至少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他要爭奪霍爾木斯海峽的控制權。他現在不說收費，60天之內不收費，但是你所有的船只必須要到伊朗的報備，按照伊朗人劃定的路線去走。所有不經過伊朗報備，不按伊朗這個叫什麼海峽管理局給你發的這個航線去走的，統統視為非法，人家就要用無人机來打擊。所以說你就是走國際水道，你走阿曼那一側，這阿曼人專門辟出了一條水道，讓你可以自由通行，不用報備，你自己走就完了。但是伊朗認為，那你這是分流，你這是相當於搶我生意啊，你這壞我的大事，你壞了我的這個安排。那這樣的霍爾木茲海峽歸伊朗管，那這個怎麼落實？所以說他就對所有走阿曼灣那一側的油輪進行打擊，而且他說了，下一次打擊會更狠，你只有走我這伊朗這一側。那你說美軍能忍嗎？什麼叫自由通行？人家想走哪邊走哪邊，那你要敢打這些油輪，那我就去炸你。所以說這個美軍至少他是反對的伊朗對海峽的這種管轄權。由於新一輪美伊交火，6月26日，霍爾木斯海峽船舶通行量顯著下降。昨天那個就開了應答的，一共只有7艘船穿過海峽，4艘是按照伊朗人指示跟伊朗報備，走的是伊朗那一側的航道，還有3艘走的是南側阿曼的航道。但是這個顯然通行量下降。這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28號再次發表聲明，說根據以美諒解備忘錄，霍爾木斯海峽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負責。你說同樣一個諒解備忘錄，這伊朗人認為你美國已經答應了同意了，霍爾木斯海峽歸我伊朗管理。特朗普也很冤，什麼時候答應你的？而有媒體報道，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内伊已經指示伊朗對霍爾木斯海峽的管控權不容置疑，不容討論。穆吉塔巴通過辦公室發布指示，將美伊談判加碼，霍爾木斯海峽航行不能放在談判內容中，海峽航行是伊朗的主權，不容談判。所以雙方就為海峽現在正在擦槍走火。那接下來就看特朗普和美軍的反應了。現在球到了特朗普這兒。這個我們在以前節目都說了，由於特朗普沒能把這個衛隊的勢力給他打下去，這個衛隊他完全不聽伊朗的那些西裝派、那些改革派，所以特朗普你跟改革派達成的協議，那個衛隊他不一定遵守，而且海峽這兒也比較簡單，放幾個水雷下去，他就放幾個飛機，炸一下，那航行量馬上就下降，沒人敢從那走，危險。如果選擇跟伊朗從伊朗那兒走，
報備，那好了，以後你就一次報備，以後都得報備。现在正在美国和伊朗在掰手腕，就看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实際上，全球其他的國家現在都默不作聲。當然，也不能說默不作聲，還有說話的。在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海合會6國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巴林和阿曼保持統一立場，已經數次聯合聲明反對伊朗控制海峽的圖謀，要求保持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自由航行，拒絕一切通行費或費用。那這個會是在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的主導下，是吧？美國與海合會6國發布聯合聲明，但是這個僅僅是個聲明，這些國家不會為這個做什麼。當然，阿曼也做了一些，阿曼我在我這一側畫出一個水道出來，可以自由通行。為此，他得罪了伊朗，對吧？伊朗還警告阿曼，就壞了我的好事。但是剩下的國家，歐盟還有東亞，你這些國家你都要走霍爾木茲海峽，你是願意以後要交費嗎？所以特朗普也很生氣啊。特朗普說，他又發了個帖子，他說：“學會為自己而戰。”美國不再會一直替你們撐腰。特朗普表示，那些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局勢而買不到航空燃油的國家，比如拒絕參與斬首伊朗政權的行動的英國，他說就類似這樣的國家，還有意大利嘛，對吧？這些國家，我有2個建議：第一，向美國購買，我們有的是能源；第二，拿出你們遲到的勇氣，自己到霍爾木茲海峽去把能源運回來。你們該開始學會為自己而戰了。美國不會再像過去那樣一直幫助你們，就像當初你們也沒有站出來幫助我們一樣。伊朗實際上已經被重創，最困難的部分已經完成了，現在自己去把你們的石油運回來。特朗普這個說法似乎是好像邏輯上說得通，但是不對。這個特朗普確實體現了一個叫什麼幹大事而犧牲，見小利而忘命這麼一個特色。歐洲這些國家，他們要全心全意的要支持烏克蘭，那邊還有一場更重要的一個仗要打，不能分心。退一步說，伊朗的局勢是你特朗普你挑起你搞的，你自己來擦这屁股，你還指望着歐盟來擦这屁股，這個還得特朗普自己擦下去。所以又回到這霍爾木茲海峽通行問題，我們在以前節目說了，都知道特朗普他實際上是搞了一個這種為了他的中期選舉，他是一個變通的一個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讓步，也就是跟伊朗互相鬆開掐着對方的脖子的手，效果是有的，對不對？你看現在無論是布倫特的原油還是紐約還是什麼原油價格都在下跌，已經跌到開戰之前了，還要跌。因為如果照這個趨勢下去，霍爾木茲海峽不出問題，正常通行，那油價有可能跌到$50一桶，可能還要往下跌，底在哪兒都不知道。因為現在已經就是石油產出國，现在都是叫囚徒困境，尤其是俄羅斯和伊朗，他們要大量的往出賣油來換得外匯，來救命，來續命。所以他們可不管什麼歐佩克什麼這個那個的，人家就是要玩命的往出賣，那這樣油價只會往下掉。但是這一切那都建立在霍爾木茲海峽能夠正常通航。我們昨天節目說了，那人家伊朗的革命衛隊人家也懂這個道理，這個都是中了你特朗普的圈套。你特朗普就喜歡看到油價下跌，降低美國通脹，為中期選舉鋪路。那人家革命衛隊能就這麼眼睜睜往下跳嗎？人家也有辦法，人家也要反制，人家也要利用你這個軟肋來拿捏你。所以這伊朗人就想通過首先要拿到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讓你們這個國家要默認，他也不指望你們都支持，發表書面聲明，什麼是人家要拿到實際控制權，你們默認就行，默認按照我的要求來，我不收費，但是你都得归我管。所以說現在是控制权之爭，那衛隊就利用這個控制海峽的流量，而伊朗他每天往出賣的油實際上是續命。新華社北京6月27日電，根據外媒27日援引伊朗官方數據報道，受中東戰事影響，伊朗6月通脹率同比大幅升至89%，也將近漲了90%通脹。你說伊朗還能搞得下去嗎？所以現在伊朗為什麼西裝派為什麼知道這是一個坑也要往下跳？確實他也扛不下去了，他靠賣油續命。由於西裝派賣油回來的錢
加上什麼美國要解凍的資金，這些東西對卫队来說，實際上利益不是很大。那衛队他就更有了動機，他就來攪和，來霍爾木茲海峽，人家找點事。所以说来说去，首先還是特朗普叫謀大事而犧牲，見小利而忘命。這是曹操評價袁紹的。特朗普有這一點。我們一直說，那最佳方案，那就是美軍佔領哈爾科島，美軍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在霍爾木茲海峽要建立叫什麼無人區或者叫緩衝區。當然的這些方案有可能會讓美國的戰爭經費要增加，甚至美軍的傷亡會有一些。但是你沒辦法，你已經走到這一步了，你不這麼下去，那你就相當於認輸。為什麼你後面的什麼核協議那都八字沒一撇？你不把它打服，你這玩意兒就不是西風壓倒東風。那你不把衛隊打服，那衛隊他就有了這個叫勝利敘事，人家就更不會讓步。行了，既然在衛隊的觀念裡面，你沒有把我打死，我就是贏了。你一定要記住了，他們就說你沒有把我打死，那我就贏了。既然我贏了，我為什麼要讓步呢？核武器照搞。要該搞還得搞，我憑什麼不搞？你不服氣你接着打，反正你也打不死我，就是這個邏輯，就是這個邏輯。所以說，首先特朗普放棄了一個最好的方案，這個方案才是一劳永逸的，真正的解決核問題，甚至連彈道導彈問題、地區代理人問題統統解決了。但是特朗普卻放棄了。那這裡面主要的就是美國的共和黨裡面的萬斯，這主核派。萬斯啊，可以說，你看他是怎麼突然擔任副總統的？他沒有任何外交經驗，他也沒有任何商務談判經驗，讓他去對付特朗普所說的打仗不行，但是談判沒輸過的，談判是把好使的伊朗，你讓萬斯去對付他，那簡直是。所以你看萬斯的就上當了，你在給伊朗人挖坑，你搞3000億那個重建基金，拿那個餅來吸引伊朗人。人家伊朗人也在給你挖坑，是不是一個邏輯？人家給你挖坑，他挖什麼坑？他就是給你挖坑，他要拿到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高明的獵手是往往以獵物的這個姿態出現。你以為你是在狩獵，你捕住獵物了，但實際上你自己才是獵物。你以為你是獵手，所以說這個萬斯還是很吃虧的。這個萬斯關於霍爾木茲海峽，他被伊朗人牽着鼻子走。實際上，如果特朗普不採取第一套方案，就是說拿下哈爾科島，去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周邊，即便是要談判停火，那你也不能這麼談，是吧？你應該談什麼？就是伊朗美軍，我可以解除封鎖。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在安曼灣，它有好幾個港口，它不是一個港口。那美軍可以說，我解除你某一個港口的封鎖，你伊朗所有的石油、所有的貨物都要從那個港口走，剩下的港口全部鎖死，根本就不開放。美軍給他繼續封鎖，只給你留一個港口，你所有的石油都從那兒走，你所有的貨物從那兒走，一個港口或者2個港口，剩下的港口全部鎖死。很簡單，今天霍爾木茲海峽出來多少桶油，明天我就讓你伊朗出來1/5或者1/6或者1/10。我舉例子，你今天霍尔木茲海峽出來1000萬桶石油，那好，明天你伊朗就有權利出來200萬桶，或者按噸位。好，今天從阿拉伯海或者阿曼灣進入霍尔木茲海峡多少噸位的船，那明天就有多少噸位的船，1/5就按比例能進入你的那個港口，就按比例來，剩下的交給你伊朗人，你去。如果船順利的出了這個港口，再要求你不能襲擊任何通行的油輪。那現在美軍還是把伊朗的所有的港口都解凍了，人家伊朗人現在玩命的往出運油，但是你看霍爾木茲海峽一衝突，現在油輪的通行量又下降了，以前一天幾十艘、上百艘的，現在一天只有7、8艘了。那你说怎麼弄？所以說万斯跟伊朗人談判還嫩了一點，只要有1艘油輪遭到打擊，我把你那唯一的港口繼續給你鎖上。當然了，特朗普他也害怕，即使鎖上，那個衛隊又把那霍爾木茲海峽徹底鎖上，那我這中期選舉還是要泡湯。所以說這就是叫幹大事而犧牲，見小利而忘命，這就是特朗普目前犯的錯誤。那麼這麼下去，他在這種扳手腕過程中，如果你老是想着你的中期選舉，你一定會被伊朗牽着鼻子走，抓住軟肋。這就是伊朗人為什麼鍥而不捨的要管理霍爾木茲海峽，人家底氣所在。這玩意就像過去我們說的叫玩眨眼遊戲，誰眨眼誰就輸了。你現在特朗普要眨眼了，所以我相信美國中期選舉這樣一結束，
那波斯的局勢一定會翻天，特朗普一定會撕毀協議。但是人家朗子在你中期選舉之前，人家就要搞事，不等你等到這個協議之後再撕，在前面人家就開始搞事，所以說這才是特朗普難受的地方。這就是特朗普為什麼天天跟這個意大利的總理梅洛尼吵架打嘴炮的原因。他說來說去，實際上就是希望你這些歐洲國家你一起去，你跟伊朗較勁，把霍爾木茲海峽打通。但人家歐洲人家說了，我們的重點不是霍爾木茲海峽，我們的重點是俄烏戰爭。我們再看看伊朗國內，这伊朗國內那顯然霍爾木茲海峽這個狀況恰恰說明伊朗國內是兩派鬥爭越來越激烈，可以說雙方已經撕破臉了。我可以肯定，雖然佩泽西奇揚、卡利巴夫這些西裝派、改革派，他們嘴上肯定是支持伊朗去管霍爾木茲海峽，但是他們還是要務實的，他们還是希望伊朗的石油出口越多越好，解除当前的经济困難。所以海峽管轄權這個都不是放在第一位，但是他肯定會喊口號，不會實際行動。但是衛隊那就上手，那這就雙方撕破臉了。你破壞了這個改革派和美國特朗普達成的協議。為什麼說伊朗國內已經鬥成一鍋粥了呢？這也是一個突發新聞，說伊朗專家會議發表一份前所未有的重要聲明，支持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哈梅內伊。在一封致政府官員的措辭嚴厲的信函中，專家會議呼籲談判代表尊重最高領袖的紅線。這封信函由最高宗教機構86名成員中的62人簽署。聲明內容如下：一，他說我們敦促談判代表，鑑於以往破壞性談判的經驗，務必對狡詐險惡的敵人詭計保持高度警惕，並牢記遵守最高領袖的紅線是一項宗教義務。這個紅線就包括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不容談判，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容許違背。第二個，我們強調必須為我們敬愛的最高領袖的殉難伸張正義。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不惜一切代價。你看看，這是伊朗強硬派，強硬派還是最高專家團86個人，他們來決定最高領袖的選舉，也就是由這86個專家來選的。你說說這個性質嚴重不嚴重？還有任何違反諒解備忘錄的行為都必須立即予以回應。因此，鑑於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在黎巴嫩持續違反停火協議，且拒絕從備戰領土撤軍，開放霍爾木茲海峽違背了官員們的義務，被視為重大戰略失誤，只會助長敵人繼續違反協議的氣焰。你看看，也就是在朗子內部，人家的敘事是朗子取得了勝利，特朗普失敗了。就我們勝利了，為什麼把霍爾木茲海峽開放？你給解釋一下，難道你這是做好事嗎？第四個，他說我們再次提醒各位，根據最高領袖的指示，國家的核權利不應被討論和爭論，應完全排除在談判之外。第五個，建立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獲得戰爭損失賠償，解凍資產，解除所有制裁，以及美軍撤出該地區，是最高領袖和人民不可動搖的要求，必須予以落實。任何在這方面疏忽，都將招致全國人民的強烈反應。第六個說，官員們應避免發表任何助長敵人氣焰、囂張氣焰、使國家顯得軟弱無助的言論，尤其是我方英勇戰士抵抗已令傲慢的美國陷入絕望之後，任何暗示我國軟弱或無助的言論都不應該發表。這個就是指責改革派、西裝派，你們誇大了國內的這個困難，顯得我們很軟弱。第七個說，所有人，特別是增進的政府官員都明白，在法學家監護制度下，領袖的意見和觀點具有最終決定權。一旦得知領袖的最終決定，任何官員都不能也不應該違背其意願，就是一切領袖說了算。說，你看這個重點來了，第8條，根據所有證據，敵人就是美國只是在尋求機會部署更多兵力，並為某些事務，包括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爭取時間。此後極有可能再次發動襲擊。諒解備忘錄中提出的問題，應規定在30天或60天期內得到解決。你看看，人家也知道你特朗普是為了中期選舉爭取時間，那人家就要反制。我懇請親愛的全國人民繼續堅定走上街頭，在維護神聖團結，避免任何破壞團結的行為，同時
不要理會某些無知之徒的分裂言論。所以說，就通過這份一共是10點要求，就可以看出来，伊朗專家會議86名成員中，絕大多數就是62人對這個美伊備忘錄是批評的。怪不得這個哈梅內伊穆吉塔巴出来甩鍋，說我原則上是不同意這個的，但是被這個佩泽西江逼宮，我是沒辦法。你看這回86名成員中62人出來反對，可見毛拉這個邪惡的這種勢力有多強大。特朗普根本就沒有把人家給斬決或者極大的削弱，那你談的那東西有什麼用？現在又讓人家抓住底細了，人家知道你是為了中期選舉，這個給他們畫大餅，什麼3000億重建基金，你畫那個大餅，人家都知道了，所以現在就開始發難。人家說吃3天飽飯，這朗子3天飽飯都沒吃到，就吃了2天飽飯，人家就開始動手了，要上房揭瓦了。你說他才痛痛快快賣幾天石油，才賣2天，对不对？所以你看，伊朗的內鬥也是空前爆發，這已經明面上，這個已經這個叫鬥爭公開化。所以說什麼佩泽西强、阿拉戈齐、卡利巴夫这些人，那也是在夾縫中。你說他還能幹點啥？所以特朗普你在跟誰談判有什麼用？當然，這個對世界其他國家石油輸出國和石油进口國是個窗口期，你不知道後面什麼時候會打起來，所以抓緊時間，趕緊搶油，趕緊把自己的瓶瓶罐罐給灌滿。而這個產油國趕緊把自己的庫存給倒空，直接這個時間窗口稍縱即逝，誰也不知道他能堅持到哪一天。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那這個問題也不是那麼什麼，因為它是冰凍3尺，非一日之寒，你不可能是幾天把它解決不了，這玩意還得打。這個博爾頓說，伊朗政權正在重新整合自身，包括核計劃、彈道飛彈、無人機、恐怖代理網絡以及國內鎮壓能力。他說這種威脅仍在持續甚至擴大。而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退出策略非常簡單，如果失敗，就將責任推給萬斯。最後我們再說一下，這個美國國務院周六表示，美韓日3國代表重申了自己致力於實現朝鮮完全無核化，並阻止朝鮮利用收入資助包括非法研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在內的受制裁的活動。不管怎麼說，這個董王逐漸把目光也投向了這個司令官，對吧？這都是好事。董王又要射箭，這一回看能不能射中。毛拉已經被射了幾箭，人家還沒試。董王應該再努力，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評論、點讚，謝謝大家。